创立超过半世纪的国际同济会台南会，经过创会会长施启贤以及20会长共同努力之下，带领会员朋友做伙关心社会公益，种种的付出受到各界肯定。去年10月，王志勇接任会长以来，每个月拢会举办公益活动，并办理会员联谊、健康讲座、心灵教育等课程。优秀的成绩得到总会颁发世界总会长奖，以及特别杰出分会殊荣。因此，王志勇在真侪会员的支持下，再度连任台南会会长一职。台南国际同济会是迈向51年的一个国际团体。那我们在施启贤前总会长的创会之下呢，那在经过我们苏文彬前总会长以及各历任会长还有所有的全体的同济前辈的努力之下，今年呢可以说是我们比较丰硕的一年，包括我们很多的社会服务跟公益的活动都获得总会的评价，我们是属于特别杰出分会，那也得到了世界总会长奖。同时我们也在会务的行政在组织的发展都获得金质的奖章。那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全体会兄会姐，大家给我们的勤策勤力的支持跟拥护，让我们台南国际同济会的社福的公益工作都能够很顺利的来推展。我在51年前创立台南同济会，这个51年来呢，我们同济会在台湾来讲是第4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同济会。那么我们现在在全国450个分会中间呢，我们会长的表现呢是一流的，而且我们还有石前总的他的支持，他对同济会的贡献非常多。我看到我们台南会欣欣向荣，已经半个世纪，非常高兴。今天代表同济总会来感谢我们王志勇的会长的努力，他得到特别杰出分会还有世界总会长奖，恭喜他。会长王志勇表示，人生有3好：第1好身体健康，第2好家庭幸福，第3好就是加入同济会。因为伫同济会这个大家庭，大家会当做伙做公益，因为帮助别人嘛快乐家己。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